有时候心突然变得很重，眼泪从眼眶经流。以前我只会说自己太脆弱，现在我试着停下来问一问，这份难过想提醒我什么？这个生气在守护什么？原来情绪不是敌人，只是不用言语说话的心。我看见情绪背后想保护我的温柔讯息，他们不是麻烦，是一起成长的好伙伴。当我愿意好好听，就更懂怎么照顾自己。在起起落落之前，慢慢学会拥抱自己的灵魂。谢谢你出现，让我知道自己在乎什么。下一次波动来的时候，我会和你一起走。情绪不是坏掉的自己，是想保护自